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同心欢喜敬拜庆贺，来感谢你过去43年的带领与保守。富强教会真是满了你的恩典与祝福。为着阮准备新的事、新的意向、目标、使命中间。 真的要一群人，不用牧师讲，唔免牧师话哦，咱丢了自己话头，咱的单干牧区小组各样的服侍团队自动自发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完了，牧师只在后面看一看。这种教会很少哦，我们要以为自己的富强教会的一份子为荣。我们大声来唱，好不好？恭喜来唱。 感谢你这4位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在你面前誓约，成为你的百姓，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求你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在恩典当中继续成长。好，我们的那个成人洗礼跟间洗礼可以移到左边再继续照，没关系。我们请小朋友小孩子洗礼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传统，我们要请家长来回答我问你们的好。
圣经有说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耶稣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把饼举起来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这个场面。感谢主，还有白白的饼，代表主耶稣的宝体为我们而死的。我们一起来领受，来感恩，我们一起来领受。食了后，安尼旁杯，主要说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以我的会所心里面，借着圣灵赐给我力量，让我有梦想，让我有勇于开创、实践上帝的意象的力量。感谢赞美主，愿神的恩典跟大家同在。我们预备心，对自己做个别的祷告。主要说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以我的会所心里面，既然你们是，就惊咱你来纪念我。拍手，教会以租民房方式开始，教室日产。西民房空间有限，未能有效发挥教会于新社区之功能。感谢上帝设立安排，为求得王忠信传道家族以纪念先父王寿之师的名义，奉献建堂基地240元及基金160万元。并有动能为宇宙里面其他教会各分摊30万元，以增值税计70万元，完成登记为总会财产法人所属。1977年7月，教会战先学和幼稚园聚会2个月，随后迁入现实堂，主造房舍，并组成建筑委员会积极筹备建堂，于1979年6月21日举行定期大会。4月1日整地兴建，6月正式动工。1980年2月完成，包括礼拜堂、主日学校教室、办公室、牧师馆等之建筑。1980年2月4日，南中第50届春季议会通过富强布道所升格为支会。7月秋季议会在决议由支会升格为堂会。1980年8月24日举行现场典礼，王忠信传教师公牧就任为本会第一任牧师。自此教会基础已定，开始迈入新的阶段，各支体团契相继成立。随后4、5年间，教会在稳定中进步。新起义投入教堂整建施工，这期间我们经历上帝极大的作为与恩典，不止每年奉献的表都达到满清满空，并在2014年4月27日献堂。那请邓竹安弟兄来前面准备了誓约哈，咱就安德的爸爸考定了哈，你这个所在哈。
当下正好向你介绍。如安弟兄来前面。谢谢。好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杜强堂会的权柄，设立你为本会基甸牧区技术小组的小组长，要谨慎你自己的行为举止，常常关心这件事，尽力为主做工，来荣耀上帝。阿门。好，牧师代表来接纳就可以哈。好，我们请向后走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鼓励。好，谢谢你。上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这首歌曲呢，会众一起来唱奉献诗歌。第一次我们要唱台语的，第二次唱华语的。我的心我的魔力，有主我满的心，我的在天地相说。哈利路亚！阿门。高声敬拜，全心呼唤，全能的神愿意降临，慈爱相守。神迹，他声音充满全地，高举双手，荣耀归你，专心接受你的话语，世世代代永不偏离，你眼目。故意而语，你必将所有血液成就。你眼中必看顾着你，听我声音，高高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你眼中必看顾着你，故意而语，你必将。也是让四福互讲教会，我们老祖心就很有满意，你要四福设立，这是你的心意，先卑微的相依，我们要跟随你，你眼光。你必将所有虚伪的
的一条